鬼董卷2故事7女伶陳嘉慶夢遊。深宵嘅後市街東邊住咗一個叫陳嘉慶嘅戲班女伶。有一晚，佢一個人喺房入面瞓覺，半夢半醒之間，佢見到一個好高嘅男人，着住一身黑衫白長褲，正喺度低頭望住佢張床。個男人冷冰冰咁講咗一句：袁司法約咗你，依家一定要去。陳嘉慶當時好驚，好想大聲叫醒隔離房嘅阿媽同埋下人，但係佢發覺自己喉嚨好似俾人鏈住咁，完全出唔到聲。佢唯有喺心入面回應：依家都半夜啦，外面又無人抬轎，我根本出唔到去。況且我根本唔識咩袁司法，就算真係要去，我都唔會跟你走。你入房唔係經大門，你係鬼嚟㗎。點知嗰個男人完全冇理佢，只係淡淡咁講：轎已經喺門口等緊你。深山半夜，你唔使再化妝啦，就咁樣自然啲仲靚。講完之後，個男人攞住把扇輕輕一揮，陳嘉慶突然覺得身體完全唔受控制，成個人輕飄飄咁，就咁由窗門飄咗出去。嚟到門口，果然見到有一部轎喺度，兩個轎夫抬起佢，成部轎竟然係喺半空飛緊，直去到青冷橋下面。落轎之後，陳嘉慶見到一個男人出嚟迎接，嗰個人生得白白淨淨，留有鬍鬚，成個公子哥兒咁，好有氣質。佢帶陳嘉慶上咗一座小樓，兩個人飲酒談心，表現得好親密，一直去到天亮，嗰個男人先叫轎夫送翻佢翻屋企。陳嘉慶醒咗之後，即刻將呢場夢話俾阿媽聽。當時大家都以為只係一場好奇怪嘅夢，點知到咗第二日，陳嘉慶陪緊客人飲酒，突然之間佢好似斷咗電咁，坐喺度就瞓着咗，仲發出好大聲嘅鼻鼾。無論人哋點樣叫佢，點樣推佢，佢都完全冇反應。個客人最後發火走咗去。到咗第二朝，陳嘉慶先至醒翻，佢話佢又去咗夢遊，之後每一晚都係咁。佢喺夢入面問嗰位袁司法攞咗好多首飾同香線，醒翻之後呢啲嘢竟然真係全部擺晒喺枕頭旁邊。陳嘉慶開始對呢位夢中情人產生咗好感。佢同阿媽講：既然佢咁有錢，如果佢真係存在喺現實世界，我真係想成個人跟埋佢。後來阿媽去青冷橋嗰邊打聽，發現嗰度真係住咗一個袁司法，個樣同陳嘉慶形容嘅一模一樣。阿媽揾個機會偷偷地問佢，點知對方一口否定，話絕對冇咁嘅事。過咗幾個月，陳嘉慶就冇再做過呢個夢。聽講袁司法已經離開咗呢度。有一日，陳嘉慶喺街上面行下，竟然同袁司法撞個正着，兩個人眼神一交匯，個男人竟然對住佢露出一個好詭異嘅笑容。到底係呢個男人識得用邪術去勾人魂魄，定係一切都只係一個巧合，根本無人知。鬼董卷2故事8陳淑殺夫與逃亡。紹興初年，北邊有個姓陳嘅小官，帶住個女陳淑去咗邵武避難。陳淑生得好靚，又好聰明。當時有個富二代叫劉生，好想娶佢返屋企。點知劉生父母嫌陳家太窮，驚個女仔嫁入嚟會分薄家產，死都唔肯應承。後來陳生病死咗，陳淑一個女仔無依無靠，唯有嫁俾同行一個姓黃嘅平民。呢個黃生屋企好窮，阿媽仲因為犯咗事被捉入官府，為咗打官司，屋企啲錢都使晒，連飯都冇得食。黃生唯有叫陳淑攞件衫去當鋪換錢。點知陳淑行過劉生開嘅鋪頭，劉生一見到佢，成個人震晒，佢即刻叫陳淑入去坐，不但將件衫還翻俾佢，仲送咗1000文錢俾佢。之後陳淑又去咗幾次，兩個人慢慢就搞埋一齊。自從同劉生相好咗之後，陳淑翻到屋企，望住自己個窮老公，越望越憎，簡直當佢係仇人咁。黃生好快起咗疑心，偷偷地跟蹤老婆，
果然發現佢去揾劉生。黃生無即時拆穿，反而叫老婆再去劉生嗰度攞多啲錢返嚟，等證據確鑿。之後黃生指住陳淑大鬧：我雖然窮，但絕對唔會食軟飯，更加唔會忍受你咁污糟。我要帶你去見官，你做咗奸淫嘅事，就算你有官家背景，都無得赦免。陳淑聽完又驚又恨。嗰晚佢灌醉咗黃生，趁佢瞓到死豬，咁竟然狠心將老公殺咗，仲要將條屍碎屍萬段，一件件塞入馬甕入面。鄰居聽到聲，覺得唔對勁，衝入屋一睇，嚇到即刻報官。陳淑當場被捕。劉生知道呢件事，驚自己會被連累，連夜逃跑，但最後都被捉返嚟，喺塊面度刺青，發配到李州做苦工。而陳淑因為殘殺親夫，被判凌遲處死。就喺行刑前幾日，監牢入面有個叫謝德嘅獄卒，見陳淑生得咁靚，竟然起咗憐憫之心。佢趁住夜晚，同幾個同黨將陳淑孭出圍牆，兩個人一路逃亡，最後去到興國一間山中旅館。嗰間旅館嘅老闆姓李，表面做生意，其實係個強盜。佢見呢兩個人神情慌張，覺得佢哋一定帶住錢財走難，於是帶埋屋企人攞住兵器，假裝官兵追到嚟。謝德嚇到爬牆逃跑，陳淑就落入姓李嘅手。佢個老闆話自己係江州名妓，因為頂唔順官府苦差，先至逃走。李老闆個老婆好兇悍，唔俾個女仔留喺屋企，於是將佢放喺酒館做嘢。呢個李老闆平時仲會用毒藥殺人搶財。陳淑喺嗰度住耐咗，竟然慢慢學埋呢啲冷血招數。過咗3、4年，當年逃走嘅謝德做咗醫生，着住一身粗布衫，四圍賣藥行醫。有一日，佢行返舊路，入咗李老闆間酒館飲酒。李老闆已經唔認得佢，但陳淑心入面一直記得呢個救命恩人。佢趁住冇人，走過去同謝德細聲講：你依家假裝醉倒喺度，今晚我會跟你走。嗰晚陳淑喺酒入面落咗毒，灌醉咗李老闆同2個下人。見到佢哋全部跌低，陳淑就叫謝德過嚟，2個人親手將佢哋殺晒，再搬走酒館入面所有財物，一路向西逃去襄陽。李老闆啲家人後嚟發現條屍，仲以為係分贓唔勻，被同黨殺死，完全冇諗過係陳淑做嘅。講返當年個劉生，佢喺李州用錢買通關係，被放咗出嚟，但唔敢返鄉下，於是去襄陽投靠舅父崔觀察。呢個舅父以前係大賊，喺江湖上好有地位。老咗之後收咗火，開咗好多旅店為生。劉生就喺其中一間旅店做掌櫃。點知有一日，謝德竟然帶住陳淑入咗劉生間鋪頭投宿。劉生見到陳淑，直情嚇到魂不附體。佢私下問陳淑點解會喺度，陳淑一五一十講晒出嚟。劉生原本想舉報謝德，但又驚陳淑會被連累一齊死，於是表面上對謝德好好。過咗1個月，劉生帶謝德出城飲酒，趁佢唔防備，攞起個鐵錘，一下撲咗落去謝德個頭度，再將條屍推入潭溪入面。之後佢帶陳淑返屋企，2個人正式做咗夫妻。冇幾耐，劉生個老豆終於幫佢搞掂官司，叫劉生返屋企。舅父崔觀察送咗一匹紅馬同一個僕人俾佢。去到興國附近，劉生先叫僕人返去，然後再去接陳淑。佢幫陳淑剪短頭髮，換上尼姑衫，再俾錢賄賂一間尼姑庵，將陳淑匿喺入面。劉生行到嚟興國仲有10里路，嗰晚住喺一個叫袁伯開嘅店。袁伯見到佢袋入面全部都係寶物，財迷心竅，竟然將劉生殺咗。劉生老豆見個仔咁耐都未返，派人去問崔觀察。崔觀察話佢已經走咗好耐。劉老頭覺得好奇怪，親自去襄陽揾人。當時崔觀察嘅老婆，即係劉生嘅姑媽，帶埋劉老頭去一間尼姑庵做祭祀先人。點知劉老頭喺庵入面見到陳淑，嚇到大叫：呢個係當年殺夫嘅女人，應該要受極刑，就係因為佢害到我個仔刺青流放。劉老頭即刻將陳淑鎖起，帶返鄉下。最後呢個逃亡咗咁耐嘅冷血女人，
終於被判死刑。呢個故事講起上嚟真係令人心寒。